谢谢心怡为我们带来好听的《阿妹跟希望》。今天呢，我们所选出的歌呢，都是经过专家还有狗友班大家一起讨论所选出的15首歌曲。到目前为止，大家有讲 emo， 大家有喜欢吗？有啊，哇，唐多那个嗓就滴的，大家听得一定非常非常的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演唱人，就是这张专辑当中的所有演唱人都来到了我们的现场。刚才呢，有邀请到关灵芝，还有谢雨薇，以及吉娜，还有龚欣怡。接下来呢，还有吴宗翰以及汤雨欣会继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歌曲。接下来呢 ，N O L 有请我们金曲的歌王以及歌后，他们是谁？关灵芝，还有汤雨欣、Tito， 让我们一起欢迎他们。亲爱的关姐，亲爱的 Tito 大哥，大家好，站在中间。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昨天本大家来清清楚楚给看到哈，讲给关姐，对不对？哇，你这一身的打扮非常非常的特别。我知道今天是爵士之夜，所以呢，我就特别穿了一个好像还不错的黑色。没想到站在你旁边，哇，你的更加的亮丽。听说这套礼服是非常有故事的，昨天老太家来分享，小给一下，廿个俩神吼，冇强用嘅服装好冇？好，你係特别来做由客家发布嘅比较时尚的礼服。用我做一身红嘅衫咧。因为今年的演出，我去台北参加一个节目，那节目呢是一个民族音乐的竞演那我是代表客家人，所以呢，跟一起比赛演出的歌手，其实都是各个民族音乐里面的强手，包括这个蒙古的腾格尔啊，还有我们知道那个神曲龚琳娜，对，还有萨顶顶啊是藏族的，所以。我是代表客家，我觉得去到那边，客家人做唔得捞亏，唱嘛，所以要做晋江，要按客家元素嘅衫，唱嘛，正经啲身衫吼，按台湾人来设计啊吼，做本来量身打造，所以花了不少钱，但是这个面子问题，我们客家人不能输，对不对？就要穿得漂漂亮亮的。因为给客家发给衬衫，哦 no 讲呢，对不对？很漂亮的意思。所以亚身衫在台湾T100做出来俾大家看，按讲嘅衫加做100做对吧？哈。做的用做唔得哦。做，就是亚身衫的缘由就是这样。那你做得去 YouTube 上面找《天籁之声》这个节目，打挨名就看得到做亚身衫。
唱给落水田。哦，特别来客家语，这台个 T 恤抽毛。好，那关姐呢？今天盛装打扮要来唱歌给大家听。在旁边的剃头大哥，其实我刚刚在后台有听到小道消息耶，听说你们两个的关系。好像不太一样，要不要趁着今天这么难得的机会，然后太敢来 gay 是说迷哈，那这样被这样讲的，我们一定要讲清楚，对不对？要好好的来说一下，对不对？我讲清楚，讲清楚，讲清楚。其实我们关姐啊，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关姐，她跟我有一点点的这个亲戚关系。对。我叫她表姐。对，她是我表弟。对。对，她姓关，我姓汤。那怎么样的这个都说是远亲的关系？是因为这样子，我们才会这个认了哈，就是说我们这个是。我们先是一起合作，对。然后是我父亲认出。我认识他父亲认出我，因为香港哈亲少年嘛，像我过去代表就侨委会出去做这个宣慰侨胞的时候，我其实到南美洲，人家一看到我姓关就跟我讲说。你爸爸还没关婚呢，听了我都吓一跳，你知道？因为姓关的人太少。那很多人跟你认亲哦，是不是这样？对。可以啊，跟共同除了金本义给呈现之外，好像你们在10年前曾经一起同台，然后一起组团，对不对？哇，今天事隔10几年了，我们要再一次来呈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觉得隔了10几年，我又跟他合作，特别开心的第一个原因是说。好久没有一起演唱，因为他唱得很棒，我很喜欢跟他合唱。还有第2点呢，就是我们2个都拿了奖，因为当初我们都还没有做这个我们的民族音乐，对。然后第3个是这首歌范老师编的，就是我们的强项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们那个时候是一个拉丁乐团，对，所以现在他要把接下来我跟弟弟合唱的歌曲。改成拉丁风这样子，那我们也会展现一点点我们以前在拉丁乐团所表演的那种氛围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拉丁歌是这样啦，不反对大家站起来吼，摇一摇嘛。粗唱就唔好啦，筋骨吼。所以现在邀请大家，我们一起同意他身体冲哦，来欢迎大家，我们一起起身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一起随着我们音乐来摇摆一下。好讲义哦，唔是排戏，上个看弹对音乐好，弹因为跳舞之类跳舞，好不好？今天呢，我们忘记烦恼，我们一起来享受音乐，好不好？太敢轰起来啊！是要同步翻译吗？来，没关系，你现在不要勉强他们，他们听到音乐以后，他们就受不了，就会站起来。好的，那我马上退到旁边，我们老师有请。有请太敢胸哈用众赏来翻呀，汤雨欣、剃头大哥以及关姐为我们带来好听的《开金山》，开金山，掌声欢迎。开金山，开金山。不会唱的胸下唱哦，唔会唱的胸下跳舞好的哈。阵阵流，哪还有？妹子是情龙在何方？哪还有？来呀来打开，金山的里面含有秀艳容，秀出艳容，神说有神对呀。那在妹诉说，真情能。哪还有？妹子是情龙在心中，哪还有？对哟。来打开，山啊山的山，
金山嘅内面含有小皮林，秀出吉林发光张扬心啊！那怎么诉说是情意难有？那哎呦，每次事情拢挂在心那哎呦，对哟，来呀来打开。是呀是吉山，金山嘅内面含有小牡丹，牡丹花蕊中呀风连连呐，何必每次你一般讲难有？难哎呦，每次事情拢挂在心那哎呦，对哟。帮我伸手。继续跳舞哎！来呀来打开，吉山，金山嘅内面含有小流芙蓉花蕊生双又生对呀，每次事情拢好事来难有，难哎呦，每次事情拢好事非难有，对哟对哟对哟。什么太哥？有翻译吗？哟，谢谢。谢谢关灵芝，谢谢汤雨欣为我们带来好听的《开金扇开金山》。撒哈来 and 爱来佛雅，接下来我们要欢迎巫宗翰为我们带来好听的送别松篇送上佛雅。嘿，大家好，咱吴仲芬。哦，刚刚这首歌曲真紧动荡耶，什么？刚刚有看到有两场还抱在一起了，真的非常热闹。我们亚哈来带来一首歌曲，较甜心的，很多松片。今年秋意比酒，北风路，人忧愁，一杯酒就送你送我，木质地地落。想见就的爱难你咯，梦洒过阴阳条，一杯酒就送你送我，宁分别离多。你若是山，天意长长恨，宁温风林安路，林下路，那杯酒路，行前莫飞跳。想见就的爱难你路，风洒过
人分风，林安路，林下路，两边酒路，行前莫飞跳。金秋一笔秋，北风落，人忧愁，一笔秋秋送你送，木质的影楼。OK， 刚刚要出国 Q 很多松片，接下来哪位都有要出国 Q 的，其实还蛮特别的。他是今年金马奖得主林生祥老师写的《种树》，他应该都有谈过种树没？那出国 Q 其实比较诉说一些比较土地的情感，那现在把它改成轻爵士的版本，他讲谈过呢？大家看下大叔好吗？有没有懂我？有没有？种啊树，理想的人；种啊树，提发的路面；种啊树，归得的心情。种啊树，流向的人；种啊树，落难的童年；种啊树，出皮的心情。巴拉巴巴巴巴巴，种啊树，种的拼命；种啊树，钓的叶叶；种啊树，日头上扬的跳舞。种啊树，雨把了了；种啊树，雨水准白；种啊树，南风吹来冲山歌。什么台噶？谢谢宗翰连续为我们带来2首好听的歌曲《松篇劳宗苏》。
接下来继续用我来欢迎意味先生为大家带来好听的老山歌。接下来我们继续欢迎宇文老师为我们带来好听的老山歌。沙轮呢会唱一啲客家呢，老山歌，你老山歌冇唱吼，阿叔阿伯吼，加上阿宠物多多包涵。會唱嘅啦，我叫佢唱吼。不過吼，你可能也冇買會唱，你就聽人挨來唱。因為這次呢，我們編曲呢加上了這個藍調爵士，跟老山歌混合在一起，大家都彈混混這樣的新的這樣編曲的方式，好冇？好，會唱嘅叫我來唱，好冇？上面有歌詞哦。好，來，老山歌。阿哥，有你莫有心难，唔怕嘞。山歌啊，太水。